今天，经美国总统签字，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维吾尔人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进入到了美国的政治议事日程，也必然伴随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袖地位，维吾尔人问题将成为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维吾尔人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为止。法案的通过是对翘首以盼维吾尔人的一个鼓舞性喜讯，是对在共产中国以民族压迫下挣扎呻吟维吾尔等土厥民族给予的希望，是对维吾尔人1个世纪以来所进行为保持民族身份、文化、信仰所进行可歌可泣反抗的肯定。如果说二战以后，在纽伦堡、在东京对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进行的反人类罪行审判，是对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一次总清算的话，那么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将以历史性文件开始他对中国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清算，也必然将成为审判习近平为首中国对维吾尔人所犯下民族压迫、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罪行审判的重要法律依据。实际上，该法案的通过已经把习近平为首中国政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相信人类的良心，我们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凡是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进行这种野蛮种族屠杀、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的任何政权，必然被拉上历史的审判台。就如本法案通过以后对中国要进行制裁一样，这也是审判的开始。谢谢。